年红在可里夫，举在的宁亮我此去把心的绳子怎么不把心的绳子怎么亲吗？相亲吗？徐大人，众位爱卿都来了吗？启禀万岁，上一年四季谢耀丸还没有到呢。谢耀丸呢？万岁，谢耀丸他身体不适，身体不适，曾见他整夜一身愁眉苦脸，不知为了什么。今日乃正高兴之日，他才愁眉苦脸，快选来见我。是，选谢耀丸。选谢耀丸。
何故来迟？臣来不及梳理。满目有气，也连憔悴。要问不知你为了何事？禀万岁，臣不管讲。有什么不管讲的？讲。禀万岁，臣预期的是自己的事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要万是在想老公嘛。乱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朕真你选个才郎去死了。禀万岁，要万不是为了婚事，那与为了什么？这讲。万岁永罪。曾必出击江乱地，父母双亡叹国情，一马随养生年错是家乡来书信，传来我好真心扉。将我虽已无法爱红遍眼可凄凄，可怜的姨妈陪我死。快将书信上来。堂上我要问才言悲习大人，你怎么个女人你不接受？你是什么？女生之间是不好吗？万岁也是女生，哪一点不比你们这些乱臣强啊？呀，万岁，陈师爷实在。哼，我看今天这清宫剧怕是还不成了。江乱在前，谁是谁非，正非要查清不可。且要还啊！万岁，你关于陈言，忠心可见，正是你为有意识的女把乱状巡视江乱，查清是非。啊！万岁，要问才疏有欠，只可难为是此重臣。要问乃是女中才俊，正是知道的。万岁，西姑也要一起去的。我正想让你一起去你，你去江南走走，回来都叫我说说真情实话，到底谁是真的，
谁是假的？要是糊弄国王，哼哼，那就坚决不屈，且把救了。啊，万岁，此事非同寻常，只怕我辜负了万岁的期望。正是你上方报捷，先斩后奏。谢要问，还不快快谢恩？臣遵旨。何止正位？我堂堂王爷要做什么正位？不就是一个小丫头吗？王爷，我快为是夸马送信到苏州。你这个有名的王阎王，今日胆子怎么也被吓破了？哦，我是背靠大事，好人良啊！放心，到了苏州，吴王他们是会好好的款待他的啊！横生事情还要到苏州城，为百姓提血书，两军来临。不知新欢何时到，不知他是魂还是情，传真了，毕竟要到我内心。讲来了来了，客官，到苏州第三天，卡山完生，虽不尽。安插民情，众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，闹市中淹没子，淹没子声音声。团官我少雄似虎，莫不枉法无乱令，查明要来立即我一问言语，对不真理明，且看我随到去城。相公，我们也来玩对家吧。好，店家两碗对家。快考虑考虑这孩子吧，他快饿死了。啊，店家再来一碗对先家。把屋子玩到。谢谢，谢谢。店家，
实在我经得成来，一面是在面哭声哀哀，一面又是猜猜荡荡，不知何故。客官，你不知道。青色苏州来寻我，官府忙乱不得言，要把心窗出了里外一线长年白，猜猜荡荡官府小府长出过声音言，这都为将心爱天，闹得乡亲苦难言。殿下，请问你见过金安大圣吗？这些安他人，我等百姓岂能见到？啊，那倒不一定。这里人来人往，说不定一碰就碰上了。啊，这位仁兄，你说是吗？金安大人显赫用先生的人，像我们这样一碰就能碰上，岂非天大的笑话？走走走走走走，都叫我在这里等着，迎接秦安大人。要是秦安大人问你们，举债银子都拿到了没有？拿到了。你们都叫我上拿到了。我们都快不去。只要你们把叉子做好了，吴公子举起你们去门头啊！喏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路过的客商。客商？嘿，看你们穿的倒是整齐，就在这里好好坐着，不许走。套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滚！嘿，叫你走你就走，不走也得走，娘不走就不走，走也不能走。他妈的，拿来了！看见司马大人，吴公子，请。哦，吴公子，你要找的对不起事，就是他。小娘子啊，你不是言之不当凡，我将你子也没担，我府中娇妻美妻一大群。对不起，是美的妹妹的心。公子啊，你的眼光我缺了。王家，引我将这头将钱包来。是。你们都听了，我家吴公子把债券发了啊！小娘子，来拿去呀！你们找什么？什么？告诉你，我家吴公子快上了！大圣上了，莫怕大圣！大圣上了，莫怕大圣！大圣上了，莫怕大圣！大圣上了，莫怕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天下山水贵无情，
说，因我将他乱棍打死。打！你们这些蠢人！两位圣兄不要再当了，既生训我已到苏州当官司，总比当家好嘛。打官司，小子你管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大丈夫管着管位，有什么不管？总是不能去，都是穷贵负责，民过于官的，你不用管我，快快离开吧。小娘子倒是蛮有情义的嘛！啊！你休得耀武扬威，我正想坚决做进而他胜你。下官苏州太岁周正后年纪来自皇亲温大人死才。周大人我才亲戚，他就是请温大人。上方宝剑在此。苏州司马蔡少兵推荐请温大人。推荐请温大人。亲戚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就是请安大人啊！我母亲早就来信了，我正在此等着你呢。兄弟我陪你到衙门去这一趟啊！请你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就是请安大人。来呀，将他一起带下。是大人，请。乡亲们，这天下万有公讨吗？我们也去。我们也去。谁管，只怕越人越不安了。去，气得我心
王教，王教，刚才余生送来的对联呢？过来，过来，来，徐大人，快点啊！哈哈哈哈！清理是水，这把是水。他正余生说来，父王子。要查，请我查，好，一定要查，那就让我来查吧。来呀，升堂。待元英见上堂，元英见上堂。进了本院为何不跪？下跪不难，大人怎能为民做主嘛？他但愿应见，你居院，我先替你从实诉来。谁本句谎言，从这不少。哼，谁本句谎言，从这不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谁有本句谎言，从这不少，只怕讲也无用。你居院岂能不讲？昔日是欺弄本官吗？这讲好。永必愿迎接为民配言，诉苦情意，到底是苏州城内一郎一凤报道应，虎狼是谁？就我蔡守兵。李大人，哎，你话听他什么？相对接把心欢迎，多少良言配八转，几多少语配水灵，等于太快才烧饼，此汤就在大来宁，可怜在民争其他，何此间的先分文，几次上夫去并立，反射剧中闹是反朝廷，本色心爱到苏州，为我前来鸣不平，三千人民按下血水。谢大人，我看这都是一派不义。哦，袁英杰，你长告官府王亲，可以证实。放
在大人亲眼所见，堂外百姓都是真神。我们都是真人，我们都是真人。周太守，下官在朝廷不得举债力量都到哪里去了？举债之事，愿意蔡司马一手操办，下官不知其下。哦，才是嘛！而且大人，都是你一手操办的吗？我一手操办，这名为何我们与领导？证明他们都是无言之士。哼！谢大人，请大人，我这里也有血书一封，大人请看。您票3万两，他当蔡少兵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经过淫秽本官，你可自裁吗？你比脸变得好快，早是不早，我有什么好找的？来呀！他因死恨。谢大人一定要找吗？本官秉公判案，找出后来谁该承担？什么意思？我这一招，这拔出萝卜当成泥，上上下下一大片，你能收场吗？王子犯法，私民同财，国法是天命，心可见，有什么收场不了的？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好，我找这100万9州银两，我送与吴公子30万两，京都恩师雷俊腾30万两，有关侦办人共10万两。那还余30万我你自己留下了，现在何处？放在家里。把这名1两都没有领到，这好华公。谢大人真是今日水，明日金啊！你是这样判案的吗？好，我判错了。没有错。好，那刚才蔡少兵所招中，百姓所讲，你都审了。审了。吴红，你将枪毙的为非作歹，才也不可用，只能好好审证悔改，方可从轻放喽。谢大人，我该怎样悔给你？从今以后，不可拒载民女小别扭，凡将强迫种子女全部送回。这是一了，随后王宁实施交易官府，这是二了。从今以后，闭门思过，发奋读书，不再自私。我说你这个谢大人，真不知天也多高，地也多黑呀！我来问你，你当的是谁家的亲？本院当的是朝廷的新案，朝廷又是谁的呢？本院奉旨当今圣上。好啊！你既当了我吴家的官，就应该为我吴家办事。怎么却你把我为刁民所亡？你这个官难道我当得成吗？吴红，他本院上为朝廷办事，下为百姓分忧，方你悔改，才做宽容。而你尽管是此刁蛮放肆，是何用的？不得，用不得又怎么样？公子，这衙门不为我们办事，我们把他毁了。好的，与我将这个马毁了。吴红，他两侧子龙王法担保天机
怪不得宿醉百姓怨恨从，怪不得穷苦百姓谁熬煎宽好了，这是青史上章记，现在儿罪发无语，今日是把好将见是把好将见。为民子豪气冲天，到覆水。蔡少斌私吞王宁财，你来拉下去斩！走。你想强命于为非作歹，才不可用。今日一关唐闹公堂，我岂能饶你？徐大人饶命啊！看在我弟弟面上放开你，你刚才是的啊，我就能做到。下人吴公子计算人才，求大人网开一面。好，你既已神才，我就饶你一死，免你一回。来呀，拉下去重当死死他。吴红，你可服财吗？下去！哼，天黑冷水，弟弟才心疼。哎呦，王家，周太师，下官才。你天生他们团长王法，与牛百姓万上气下，你身为一夫之主，你心里安吗？背着心里也不安呐，我怕他们。你怕他们什么？我对不过他们，我怕。哼，你是怕对了头上的乌纱吧？我是一级一级提上来的，没有靠山，做个太守不容易呀。难道你就没预想到老百姓的日子更不容易吗？背着自在。哎，周太师，你立即收将吴红、蔡少斌等赃你，连同这3万两银票，立即发放人在安抚百姓。下官造办。大人，原因及有业无知，发财了。大人，你真是我们的好心安呐！父老乡亲们，你们谁委屈了？是我们没有把你们照料好，我们愚公愚才也。大嫂子，
而且我们能咽得下去吗？那你是怎么办？快去接万岁！万岁是在扶着他，怎么办？这样一来，你不是连退路都没有了吗？怎么办？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求杀他。王爷，你是实行下手为强，必须要有个罪名，这还不容易。王教，谢员外在苏州都结交了一些什么人？结交哦，他和岳英杰称兄道弟，关系十分密切。岳英杰是什么人？他的母亲就是岳乐山。什么岳乐山？正是个岳英杰拿了3000人的血水银前来告场的。3000口血水银，好啊，这就是谋反的凭证。王爷，背这一王爷就是归王将内内外两谢员外，孽影之下，被他这人根据原文奏岳英杰有谋反之意，只有有了口供，外派万岁怪罪嘛。把周正后带上来。是，带罪上去。王教，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？王爷雷大人在此，我还不快快见过？这是王彦波，下官苏州太守周正儿参见两王千岁来他人。周正儿，你上京做什么来了？来人！王爷！万岁是一子，深宫内那与深深称过去。自从今生愿兄妹放心安同，今世非寂寞他本无双肩担色衣，胸襟来落自去一头，要图真情三分虚，卖菜心底气恨财，心烦意乱何自去，且自困苦云烟上东来，
月亮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在想忙什么呀？想忙？哎呀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啊，新衣。对，这是我小别妞也亲为你做的新衣，喜欢吗？你这话说的没头没脑的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准备给你办喜事啊？什么？给我办喜事？那我的新郎你还要偏生？这新郎不早在你的心中啦？以为你是端端正正的真君子，不是嘻嘻哈哈的傻姑娘。你以为你满东满西满得巧，满知了西不言方。他冷丝冷话冷奸话，真欢真乱真乱长，相见恨晚成知己，称兄好弟做爷呀长，倒不是趁他今晚夜生好西宫风娘曾经你们喜喜洋洋是同房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无事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把这事儿对袁公子挑明了，还把他也来了。你看，袁公子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们正等着你呢。你不认识他？元兄来了，请坐。元兄，请坐。请坐。想不到叶弟真是个女的。元兄，你我兄弟一场，是今该是兄妹相称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装糊涂了！今夜我来做个验证的媒人，承接你们的婚事，你们哭得大力些没有？不，西姑死不得，死不得。愿迎接穷追潦倒四平，五四海神飘零，大人来朝中一高官，我乃相见一平民，天娘云衣当有病，奇怪高派人元兄，说什么高攀低攀云一片，切心要知穷困两边人，当官的与学我说，当官的是普通人，要完成公举年真，这道是轻松将长子身，良辰美景空顾本，必对明月同并心。此番我心安江南饮食去，心里波澜与双生，生生在中是真诚，我上青书梦我成，小妹一片
好了好了，我请你当扮准备分亲。哎呀，你先等着做新娘吧。西姑，哎呀，走。你回来了，谢他人不好，何事惊慌？下官奉命去京城，转路被接到王府门，贼赃一赔两王家，王教媳妇再回城外风声紧，杀鸡师母与为禁。我是趁着月色溜出来，不知前门在后门。他人啊，你要早正配渡京城，公母请看眼前。必曾送到下官不能。来君臣你，这次你是巨大，你下官自在，你委屈吧，下官告辞。下人，你要多多保重。
云层，浮云层，破面冷霜，两心头。原以为走这一道身上水，天大的时候不用愁，你谁知断肠凶险事，海浪等时间。凶险当里断呐，且先把儿女情长一生。西姑，死好了！不要看他抖抖爽爽的样子，他心里可是也不够愿意呢。要完子，西姑，你不必费心，为我们张罗了。事情不急了，你反悔了？我反悔了。好啊，我真心是以为了你们的婚事越忙这头越忙那头，想不到你并不无辜，轻轻悄悄一句话，才把这好事反了。西姑，你以为你是新王大人，虽然这婚姻大事也可以闹着玩嘛。请大人之言，心事重重，迎接冒昧，可知究竟分？啊，实不相瞒，我已拨起两王来，君正前来。大圣这件告我，周大人不是已经飞马走着送去万岁了吗？已被吴红借此了元凶。此奉生命对好强，早把江乱做船舱，生死何不见不想，担心一片报君王，眼前的一场风雨来的元兄你快快远去此地乡。我今你为国为民自刚上，我爱你要滚最长于红场，我与你生死相在是一对，我与你何方相关是一双，红外那何惧惊涛与不能连累了你，你还是快快走吧。西姑，叔父你自己小别扭，让他离家远走他乡。什么？大圣，大圣，大圣视此爱民，别扭无以为报。
哎呦，你要做什么？父皇，我就是为了我妈，因为你们才结了仇，我去嫁给他，我去求他，我要与他生再交断肠。好妹妹，大人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哟？你是听从西国的安排，立即远走他乡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受一太平呀！是啊，总要想想办法呀。妈，眼下只有一个办法，或许我来得及。什么办法？所写罪状一道，连动千神血书，罪业其成，快马上进，罪名身上。大圣，愿迎接切草爱的天地，面带刀中可多地，当今之事，就与我不堂堂，可以接人不进去。不，这一路山高水险，才浪师傅，你给我一身胆，一把剑，大圣放心。好，西姑去别mol来，元修。萍水相逢是缘分，敬佩英雄在心中，此去经过千里远，一路风霜，妙子保重。快马请安七神内，我这里独守思念，盼君早生报东风，盼君报东风。今日成你，是我伴你生病。
为了我等着你要嫁过，等着你。曲公哦，才传梁王，禀万岁，梁王与雷大人启程去江南了。他去江南做什么？他们即刻得到一个带了一艘进军南下，不怕谢大人凶斗劫扫啊！他滚！宋行人袁应见言在后此，也在宫门外候旨。宣袁应见。袁应见，金家万岁，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应声谢万岁。袁应见，你松心于公，正要赏你。万岁，袁应见为民生要万苦不惜，后宫之忧。这是谢大人，他身在风雨之中，危在旦夕。这就万岁有一句话，让我飞马回去，以保谢大人之性命。哼，真必开口，他欲将他的丹墨。万岁，万岁！明日搬家，同往江南。谢万岁。
剑门报私仇，传不成逃。谢要万早脱身，谁情艰莫不是官途劳累一并到，莫不是到了京都难见君。莫不是你早不曾相见满了自救的巫山云黑，匆匆走望穿秋水盼君到，过了时刻只怕要有云相消。要万一是不作戏，前来复古把火灶，把心与草铺菜，浪与磨刀，是非与颠倒，好把与问了，这翻云覆雨，随声风雨，风雨随声翻云覆雨，黎明是何愁得了？霜雪的剑水眼前亮，红光闪闪是河上。剑水是我
见我心滔滔，只盼早日迎河山遇缘郎，相亲相爱万岁太傅，有人彩虹桥。谢外，你该知罪了吧？哼！本院奉旨行万江暖，珍惜生命，何才之语？哼！你国藏这两王之子，存在数罪是吗？万事无罪。蔡少兵是他举罪巨款，难道不给斩吗？吴红依仗权势为非作歹，难道不给打吗？只看依仗权势怎么样？那天在公堂之上打我40板，今天我要还你8个遍。我去妈！谢外，我看你还是早了吧？早什么？有一股人你知道吗？谁？岳英杰。袁英杰为民生冤，我当算知道。他也在无耻。哼！你可知道，他的母亲是被我杀了头的。陪你却害的妻子他一生，我可以立即把你刺死，可是我现在不让你死，要造出岳英杰也在无耻，还有那3000口血手印。血手印？哼！你忘了那天在公堂之上，是我亲眼看到袁英杰教训你的。来，追着我！追着我！袁英杰与谢耀万称兄道弟，是不是啊？这里哪有我说话的份？大胆的什么？讲！谢君安叫我把罪状成绩万岁，其他事我一概不知。万一那3000口血手印，我实在不知，实在不知。带下去。我的凭良心说话呀！答应了你不走，来呀，慢！有话好好说嘛！我是要玩啊！你究竟来公不自尽，怀生前自己来代君王西送过，有谁愿把你听？给什么千人血手印，查什么8万救罪人？要问啊，乖张是与乖长今，你何必事事太认真？我怜你年轻人迷途，不了仕途，不好青春。你怎要把事情说清楚？
王爷也偏好心，却要四处抬我。这我不让我去见万岁一面呐！本官奉旨出京长案，切莫事见万岁。奉旨出京，圣旨何才？万岁免受口谕。免受口谕，按旨正讲。你再这样执迷不悟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被你们抢去的罪者吗？政治在我的手里，你的性命也在我的手里。哼哼哼哼！哎呦，大营是，嘿，放肆不走，走，哼！谢要完成丹中心苍天可见，不争曲线肩膀自见。生意们休可碰身怕我碎，要我造功难遇上青天。不行。死不走！呸！国王在此。天地转，莫言雪，过一岁，金团连。郊区的沙田正经的，正经的这从应四天，从应四天呐！放洛阳，不因我自来的万岁呀，你可知去见门心肠托是心。我芳魂一缕离金去呀，我与你生死君。
若言。你怎么让他死了？原见我3000颗血手印还没有下落，万岁查问！万岁驾到！帝君万岁到了，叫我们来去见驾。快走！怎么不是我？你好不是我，我是尹家要我，你怎么不是我？怎么不是我呀？来去人团怀罪人，却黑忠良，罪大恶极。赞！吾红长此其名，望应相立，无不足。赞！梁王无善事，缺其正义，无黑忠良，终止作恶，其贼不清。你的往日有功，免去天官上诉一则，发布3月，为其死过。谢万岁！愿迎接，你才要还问天，已经亏了3天3夜了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什么？难道你连一句话也没有了么？人一去花尽了，一泪
清风，四野若风悲，映朝云空。终于风悲高梵藏，此恨情穷。怎为你平原遭雪？怎为你加冕高峰？谢万岁，并不愿我此愿已了，愿迎见此生遭富裕延岁bình风。难道你别无语言诉与我？万岁，要万圣节，圣公一句话，我去把他送进万岁吧。商量不真，小两万，夫妻相同。好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不尽相同。他翻举棒里，红帆道中问兮归来，归来中国。问兮归来。